情。腦海裏邊好記得有一幕，一個男孩子同埋一個女孩子着住嘅係高中嘅校服，係唔係一對呢？未知。永遠去到咖啡店都會揾一張比較寬闊嘅台，然後兩個就坐低，兩個人面上面都帶住嚴肅嘅表情，睇住自己嘅課本。畢竟喺中學嘅年紀，如果唔喺屋企睇書嘅話，或者溫書嘅話，就係圖書館。而流行嘅就係放咗學之後，喺一間比較大嘅咖啡店坐低，悠閒咁一邊溫書，一邊喺桌上面就有一杯咖啡啦。兩個人各自溫書，但喺溫書嘅期間，大家又好似滲透住一種超越愛情、非友誼嘅關係。係咪喺讀書裏邊可以睇得到嘅咧？就從佢哋嘅表情，大家嘅默契就可以了解得到。相信喺中學生嘅愛情裏邊，如果係情侶，就好似咧好不自覺咁散發出一種好特別嘅荷爾蒙。呢種荷爾蒙嘅噴發就係青春。唔談戀愛嘅男女咧，係冇呢一種光芒喺度嘅。男嘅喺喜歡去到咖啡店嘅時候，就只係點一杯咖啡；而女嘅咧，咖啡差唔多飲到一半啦，就會去買咗件蛋糕，就好似用甜品去令到自己嘅大腦輕鬆一下、放鬆一下，然後一邊食蛋糕、飲住咖啡，望住佢認識嘅呢一個男孩子。男孩子有時候會表現得尷尬咁，依然望住自己嘅書本，唔敢直望呢個女孩子。相信喺呢一類擁有住超越咗愛情，但係又未到真正要公開情侶關係嘅時刻，呢一種拍拖嘅形式，我哋就會用讀書卡去形容。讀書卡嘅意思就係一邊讀書，一邊喺咖啡店，卡就係咖啡店嘅卡啦。睇住一對年輕嘅男女，日日都專心溫書，但係喺溫書嘅期間，同樣地亦都係佢哋拍拖嘅時間。青春就係咁表現出嚟啦。今時今日上緊班，放咗工，同自己嘅朋友，甚至乎男女朋友坐喺咖啡店，同樣地都會買咖啡飲，但係就唔會揾一張好闊嘅台，通常都會坐低喺啲二人座度，各自未必會互望對方，只會望住自己手上面嘅手機。